去超市買餸1個月都用成幾千蚊，你知唔知邊張信用卡回贈最多？渣打 Smart 信用卡永久免年費，發卡機構係 Mastercard， 基本回贈 0.56%， 但係指定民生商戶消費可以賺到 5% 現金回贈。呢張卡主打3免1無費用優勢，永久免年費，豁免外幣交易手續費，免現金透支手續費，係市場上少有嘅零成本信用卡。一般零售簽賬只有基本 0.56% 回贈，但係去百佳、HKTV Mall、Food Panda 呢啲指定商戶消費，就可以賺到 5% 現金回贈，相差接近9倍。指定商戶包括百佳及旗下超市，好似 Fusion、Taste 咁，仲有 HKTV Mall、OK 便利店、麥當勞、Food Panda、Klook、屈臣氏、莎莎、中國移動香港同 S-Nash， 日常生活大部分開銷都覆蓋到。去百佳買餸，用 Food Panda 叫外賣，上 HKTV Mall 網購，全部自動有 5% 回贈，唔使預先登記，簽卡就直接扣。每月 5% 回贈嘅合資格簽賬上限係港幣5000蚊，即係每個月最多賺到港幣250蚊額外回贈。超過咗嘅簽賬就會返回基本 0.56% 回贈。迎新優惠方面，由即日起至2026年6月30號，全新渣打信用卡客戶成功申請，首月內累積簽賬滿港幣3500蚊，可獲港幣800蚊現金回贈。推廣期內申請，額外再送港幣200蚊，總共高達港幣1000蚊現金回贈。另外，渣打 Smart 信用卡豁免一般信用卡嘅 1.95% 外幣交易手續費。你去旅行或者海外網購，簽外幣唔使俾額外費用，仲有基本 0.56% 回贈。對於成日海淘或者去旅行嘅人嚟講，呢個係好大嘅優勢。一般信用卡收 1.95% 手續費，你簽1萬蚊就要俾多195蚊，呢張卡完全豁免。持卡人仲可以透過 SCPay 轉數快進行資金周轉，每月首4萬蚊轉賬可享利息及手續費豁免。任何滿港幣500蚊嘅零售簽賬都可以申請簽賬分期，靈活管理現金流。用呢張卡有幾個注意事項：第一，現金回贈會傳入360度全面賞平台，需要你自己喺Mobile App 換領，唔會自動扣數，最低換領金額係港幣50蚊。第二，每月 5% 回贈上限港幣5000蚊簽賬，超過咗就得基本回贈。第三，迎新合資格簽賬唔包括保險、稅務、電子錢包增值呢啲交易。同其他卡比較下，渣打 Smart 主打指定商戶 5% 現金回贈，永久免年費。Mox Credit 超市 3% 無上限，但係有外幣手續費。信銀國際 Motion 外幣簽賬 10% 回贈，年薪要求較高。Citi 八達通白金卡交通回贈最多，但係食肆回贈得 1%。每張卡各有定位，渣打 Smart 係本地民生消費嘅實用之選。呢張卡適合3類人。第一，成日去超市買餸嘅家庭，百佳 Fusion 全部有 5%。第二，中意叫外賣同網購嘅年輕人， Food Panda 同 HKTV Mall 都有優惠。第三，
經常海外消費或者旅行嘅人士，豁免外幣手續費，幫你慳唔少。幫你總結：渣打 Smart 信用卡永久免年費兼豁免外幣手續費，指定民生商戶5%現金回贈，每月上限港幣5000蚊簽賬，迎新優惠高達港幣1000蚊現金回贈，係本地日常消費嘅絕佳拍檔。如果呢條片幫到你，記得按讚同分享俾身邊親友。想睇更多信用卡評測，歡迎訂閱本頻道，或者上 worldnews.com 瀏覽更多金融資訊。